大家好啊，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。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，上一期都一如我哋預測啦，就係最終係平或者跌嘅佈局。咁整體咧都係反反覆覆都好緊要。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。今期咧已經係第101期啦，就由10月20號到10月20號。喺人生本語裏邊咧，都係嗰句啦，好多時咧都係有時要反反覆覆不斷咁出現，循循環環。佢有就嗰啲多變性啊，但係最終咧都係好容易咧，就好似時代巨輪一樣，來來回回又會浮現翻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好咗準備之後咧，就可以喺機會嚟嘅時候咧，馬上出手啦。咁就係賺錢嘅契機嚟啦。我哋再睇下下邊嘅嘢啦。好，易經金融嘅主體咧，主要由陰陽五行嘅組合啦，再配上64卦唔同嘅思維模式啦，咁我哋就可以放入喺一啲行銷啊、管理啊、策劃啊，以至係投機買賣或者一啲需要知識上嘅支援嘅嘢咧，我哋都可以掛在裏邊咧，睇下究竟有啲咩嘅變數。咁學員咧，因為佢唔同嘅知識水平啦，咁學咗嘢之後咧，佢就會有自己嘅一套嘅理論咧，再配合埋一齊咧，就點樣去增加個財富情況啦。咁財富增長咗之後，最緊要做多啲善事，惠澤下社群。好，到呢個風水佈局啦。上一期我哋講咗咧係一白星啦，今期我哋講下咧空星咧就係二黑病星啦。病星嘅定義咧就係話咧，好多時佢飛到去邊個位置，嗰個位置可能你住嘅人啦，或者屋企嘅人咧特別容易生病啦。另外有時可能佢會喺啲門口啊，或者啲大窗啲位置，咁亦出邊有啲煞氣嘅時候咧，亦令到呢個病情咧會加劇咗嘅。咁所以每年嘅二黑星咧，我哋都會特別留心啦。咁佢可能會將啲病情嘅加重啦，或者有啲意外嘅開刀啦，或者突然間有啲急病嘅出現啦。咁喺啲空星嘅時候咧，我點處理咧？我哋可以放啲銅錢啊、銅壺啊、啲銅嘅牌件，咁將嗰個土生金嘅元素咧生旺咗佢，咁我就會減弱咗個情況。咁另外一樣咧，有時佢會覺得空星咧會重疊嘅，個情況會更加大啲。咁我哋可以用啲風水化煞嘅方法咧，降低咗佢，同一時間點樣提升個運程。好，繼續落去咧就係我哋上一期咧講一啲投資之道嘅時候，講咗 AI 嘅法門啦，點樣去運用佢咧幫你手咧，減少咗你個工作啊。另外知道邊一種情形咧，點樣去機會嚟嘅時候，點樣去出貨，千祈唔好太着意嗰個感情用事啊，盡量用一啲機械式。咁投資係一定係咁嘅模式。咁另外啦，今期我哋講咧就係啲投資嘅分類啦。到你投資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一定要識得咧點樣去將啲資金咧分配喺唔同位置上邊，點樣去做？譬如喺投資㗎啦、自用或者日常，另外最後一啲咧做一啲儲備，令到自己咧能夠咧度過啲危機性嘅時候咧容易啲捱過去啦。同時間啦，我哋去估算究竟我跟住會有啲咩嘅情況會出現啦，點樣去將個最好嘅安排。咁最主要啦，使錢方面咧，我哋就盡量用生利嘅為首選，消費咧就排到最後。咁之前咧就會將嗰啲利潤咧會一路加升，最後達到咧成功達到有利息嘅增長啊！好，到我哋講一個啱啱完到呢個星期啦。上期我哋嘅起點咧就由24,948點啦，因為嗰一期咧就個風實在太大啦，爭咗成千幾點，所以我哋冇辦法用佢原有收市嗰個點數。今期我哋會用翻個收市點數嚟做位噶啦。咁上期個位置就係水豐井晦澤豐大過，即係代表係點咩咧？井卦代表有啲氣息啦，有啲向上升嘅趨勢啦，咁即係向上嘅景象都比較大嘅。但係大過咧，即係有種突然間嘅落嚟啦，突然間嘅危機加重咁樣，即係令到個勢咧又翻轉頭啦。咁我整體預計咧就係用呢個價錢嘅定位咧，就係話平或者跌嘅佈局為主啦。咁我哋睇下嗰張圖究竟係出現咩現象啦。好啦，呢個就啱啱完咗呢張圖啦。你見到佢都係全程咧都係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嘅。到最後嘅時候咧，今日嘅收市咧更加係跌咗成700點嘅，即係同個澤豐大過就好相似啦。好多時就係話，當你發現到咧佢危機出現咗，好似上一個星期啦，有個快閃嘅黑色星期五㗎，咁當時咧就2萬幾點啦，一次過咧就跌咗1000幾點落嚟。咁今期可能有啲人咧都會擔心，會唔會又係咁出現咧？同埋美國嗰方面咧，成日都有啲新嘅嘢，政策啊、貿易戰方面咧都仲未停低，亦令到個市場咧變數大咗好多。所以投資最緊要自己知道衡量個風險去做啊！我繼續睇落去啦。好，如果有興趣咧，我哋喺23號咧就多謝中華文化教育協進會嘅贊助啦。咁就喺3點鐘開始嘅，就喺尖沙咀呢度。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報名啦。好。
到呢個新一期呢個啦，咁啊今期咧就用翻呢個收市價啦，25,247點去做定位啦。咁星期一嚟講就係封山漸掛，封地觀掛。咁呢個有種比獲嘅益處喺度嘅，咁整體向上升嘅機會咧就大少少。咁同時間啦，今個星期基本上咧就係一個風掛主導，風掛代表乜嘢咧？風掛代表一種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嘅景象喺度嘅，所以今個禮拜投資嘅時候咧，自己留心啲，千祈唔好太過貪心，有價位賺到錢咧就要識得收手啦。咁星期二啦，就輪到呢個水雷屯掛對水火既濟，咁呢種狀態咧，即係話有咧前邊嘅危機咧，跟住有和合嘅現象喺度，整體震動不安，可能停或者別嘅佈局為主嘅。到星期三啦，就係支天山屯掛配封山漸掛。咁呢種現象咧，山掛咧有種停低喺度啦，但係漸掛有種平穩守穩啊，咁可能平或者升嘅為主啦。到星期四啦，就係啲近圍山掛，有一啲純掛啦，佢就有種前面咧停頓咗啦，唔喐動啦，咁漸掛又好似好翻少少，所以最終可能星期四嗰日咧都係震動不安之下咧，或者平或者跌嘅佈局為主啦。到星期五啦，又係一啲風掛啦，就係山風古掛。古掛嘅定義咧就係睇唔到前邊啊，好多前景唔明朗，但係啲大束掛咧就係一啲好嘅現象喺度，即係反覆變變大大之後咧，可能又係升嘅佈局啦。我哋睇埋全個星期佈局啦，全個星期咧就由論到咧就係呢個風水換卦配風澤中孚，又係一啲風卦嚟㗎。換卦咧有種散失、唔穩定啦、唔安全啦，或者有種迷失啊咁樣嘅。中孚咧有種平平穩穩啊，或者反反覆覆上落喺嗰啲位置之間咧徘徊徘徊。咁配合埋前面嗰幾支卦咧，相信咧都係一種咧變中啊、反覆之間嘅出現。咁最終可能都係跌或者平嘅佈局。最緊要投資自己安排嚇，有興趣可以嚟上下堂啦。風險咧自己點樣安排，千祈唔好過分投資。有時